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这是疾病管制局的前局长苏益仁的看法。伊讲，这个疫情到7月有希望会当来平稳，但是要清零是无啥可能。尤其是目前国内只有6成外的民众有来做这个注第3剂预防针。苏益仁讲，若是敢若注2剂疫苗，这个效力恐惊到年底就会失效，恐惊这个寒天疫情会搁量长来。这疾管局的前副局长施文仪嘛认同这个看法。伊讲，伊即摆上担心的是，一旦若开放着边境，变种病毒入来台湾，会造成后一波的大流行。另外，这个快筛试剂实名制第2轮，今仔日是第1天。这个第1轮买过快筛剂的民众，今仔日开始摕健保卡，会当搁买一届。今天是快筛实名制第2轮上路的第1天，但是药局门口却没有人在排队。排队人拢走去倒位？真无简单，1个月了后，快筛实名制第2轮开始，第1轮买过的人总算会使搁买5剂。这摆同款是单双号分流，大间药局一天会配到117份，比进前搁较济。不过和第1轮排队人相比，药局的门槛靠700，人有较少。家里面有备用。那也不需要那么多啊。6号嘛是0到6岁囡仔会使免钱领5剂快筛日子，只要你的囡仔伫2015年9月初2了后出世，就算是买过快筛实名制的人嘛会使领。不过基层咧执行煞有淡薄困难。现在这2个的那个库存他们是相通的，它只是在操作界面有分开以后，那在后端这边我是觉得我们蛮混乱的。除了卖快筛实名制，药局该负责处理民众来领口服抗病毒药啊。不过本土疫情还伫高原期，前疾管局长苏益仁认为，这波疫情高峰有可能伫7月结束，不过无可能清零。尤其国内大部分的人敢若注2剂疫苗，疫苗保护力无效了后，今年的冬天恐惊阁会压起来。在6月底应该就是已经有下坡。那我比较担心的是新的这个突变株啊，如果在未来的这个整个边境解封，有可能又会慢慢的再起来。专家建议，要未注3剂的民众要赶紧去注。政府若是要开放国门，嘛要切记谨慎，才会当避免变成病毒的威胁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